是咱要看讲伊内底伊有伊的预言，就是伫遮咧讲，伊安那外邦要调整咱的上帝。搁伫第三项的伯利恒的事件，咱看到伫大卫的王的心上，当所罗门、撒母耳伫扫罗，因为伊有两件代志做了真无好，就是伊献祭，伊欠权有无？顺趁上帝，无顺趁人，伊顺咱自由。过来，伊伫征战的时，伊流落亚甲，伊亚甲好物，上帝讲迄是外邦拢爱甲烧掉，结果伊为着贪遐物件，伊甲流落，上帝无欢喜。三星撒母耳讲，伊要搁选一个王，就是大卫王。当伊去甲亚西因的后代去遐的时，伊爱囝亚西的囝伫咧传来讲，撒母耳讲，恁的囡仔敢遮尔尔？伊讲毋是，还佫有一个大卫王，就这样，伊咧顾伊，伊去顾伊。所以就是讲，咱伫遮大卫本身就是伯利恒。所以咱到看因以后，就是爱来到，因为伊的后代就是来遮，这就是因的头，这是第一件咱所了解。所以当咧选大卫王的时讲，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啥？看内心。第二件咱要想到第二个问题，伫遮咱看着讲，伫伯利恒的野地，伯利恒，阮去以色列去。咱拢圣徒，咱去看迄个以色列，咱去，阮有去到即个伯利恒啊，伯利恒。伯利恒坦白讲，伊即马是伫巴勒斯坦，伊是伫巴勒斯坦所，伊有分做安，所以伊即个所在是巴勒斯坦，但是伊的出口是以色列关税，所以你若要去伯利恒参观的时候，伊遐即马有一个大卫之星，伊降税的所在，你要拢爱经过，会去到遐吼，真诶是。很紧张，因为你知影巴勒斯坦甲以色列吼，那种关系，你若知影就敢咱甲大陆迄种关系，因为伊控制是以色列控制，所以咱即摆咧讲到即个伯利恒，这是第一件代志了。咱要即摆要考虑想到第二个代志。第二代讲到啥？牧羊人。咱有咧想讲，即个报好消息应该是伫即个所在，应该是人真多、真丰富。真舒服、真好的地，过来就是讲，点猜对好消息内底，应该伫啥物人放出来？是毋是法利赛人？哦，这拢是有教条的，是毋是经学师？是毋是真济有面望的人？对无？咱报好消息，但伫遮咱咧讲，伊对牧羊人，牧羊人，咱后边就看着讲，耶稣讲，我是一个好牧者。好。咱要看到即个牧羊人，咱会去想到几个甲牧羊有关系。第一点，咱去想到啥？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因要去献祭，100岁甲上帝赐伊一个囡仔。迄对咱来讲，若要讲是宝贵，上帝讲你着赐，伊真诶要甲伊献互上帝。结果无想到去到遐的时，查啥物拢有，结果啥物嘛？献祭的物件无，伊真诶要甲伊，结果上帝无安尼，上帝知影伊就准备食啥羊，你去看圣经，就叫低调咧，伊就摕去食咧。第一遍羊就诚做羔羊，所以咱定定咧讲吼，代罪羔羊，代罪羔羊。你甲掠就甲掠，要安怎就安怎。第一个，第二个咱去看到有甲羊，想到羊的代志就是。伫约瑟的时代，约瑟因为伊做真济，伊做梦，结果伊的梦拢上迄个，逐个星拢甲迄落，伊的需要拢甲拜，结果兄弟，偏偏我是拢是哪国的囝，我是安怎，对无？大囝嘛袂迄落啊，大囝嘛袂，二囝嘛袂迄落啊，逐个拢真无满意，结果就是约瑟亲爹。就是因为安尼，伊去互安怎当伫米甸的时。伊是妈哩，遐个人要进去埃及的时，伊就甲卖掉。结果卖掉的时，伊用啥？你看圣经，伊趁羊，甲伊的衫迄彩衣，迄当然彩衣是足水的吼，就是哪个特别爱即个。结果伊的彩衣安怎？去互因兄哥甲绑落来，过羊火，过叫人送转去。
互雅族讲去互西龙接去啊。结果约瑟去袂到遐，但是咱去看后壁约瑟就是安怎，伊嘛是一个拯救，伊嘛是一个将以色列对亚伯拉罕即边带到伫埃及，因为迄顿拄着饥荒。第三来，咱去想甲因有关系的代志，就是记载伫摩西。我相信，毋是甲照我即摆咧讲的是，咱较会当去想象的，有足侪事件，你会当去查。咱去想着，伫摩西时代时，摩西因为埃及人伫遐死，以色列伫埃及400年久，犹太人伫遐受着真侪迄落因的努力，真侪迄落，结果因要离开的时，摩西去甲法老王讲的时，拄着侪侪，有咱有一规个知啊，甲上尾知的是啥？甲上尾知影，就是安怎？因兜的门徛拢爱抹油膏，上帝伫遐，然后法使者就搬过，才有迄搬过节，就无受灾害。所以伫摩西迄个时代，即个油膏就真多。若要讲的，这是一个真甲咱咧报好消息的时，即种有相关的东西吼。咱拄仔有咧讲，大笔伊嘛是顾命的。你若去看伫民数记，当你若做，无论你的献祭，你若伫上帝面前，你要献感恩祭，你要献赎罪祭，你要献啥，就爱7只、14只、几只，拢讲着遮样。所以，当咱报好消息，咱知影即个。后来咱看着内底有讲着啥天使。天使，你爱看天使伫马太遐伊就咧讲，当约瑟甲因为玛利亚对圣灵怀胎的时，有时阵圣经特别讲约瑟是一个义人，伊看着安尼，伊袂堪哩，伊想慢慢要甲休掉，就天使甲伊讲，因为伫旧约，咱圣经拄则拢读足过，就已经有预言。有一个童贞在色女，即个在色女啊，伊会受伤。伊有一个在色女，内有一个囡仔为着咱来出世，伊的名要称作以马内利，就是上帝甲咱同在。而且有顶完就是天使进前就甲约瑟讲，我来到遮，天使甲遮咧报好消息。当咱看到遮个代志，咱咧讲，伫第10节讲，天使对因讲，毋免惊，我也报互恁一个大欢喜的消息，是关乎伫万民的。咱来甲想，即个好消息，伫当时来讲，敢会落差有也无？我想若要讲真弱价的，啊，就是啥，真好。但是伫有权的人，伊感觉因报消息，甲他们的认知有一点落差，所以伊感觉比赛啊，毋是伫即种情况来产生，因有因的条件，因有因的认知，感觉因有因的才能，因有因的权。结果，但是咱看着圣经，上帝的道路宽过人的道路，上帝意念宽过意念，天怎样较甘来地？遮个原因，上帝有上帝的业力，所以当遮咧报好消息时，咱看着讲，伊安怎讲？有一个婴仔用布包的放伫马槽，迄就是一个记号。当咱咧想着记号内底吼，咱就知影，咱就看着十字架，就是像国宝塔的记号，对无？咱看着即马即个马槽。就是耶稣的记号。咱是10月，咱去亚华礼拜，咱伊看到一个记号叫做啥？空的坟墓，有无？空的坟墓，迄就是啥？耶稣国活。咱看到圣诞树即种的记号，咱看到侪伫遮点目着，对耶稣的降生。咱看到咱教会对几十年、30、40年来伫咱遮，咱的人的组织。
咱的素质，咱伫上帝面前所束缚，即种坐就是恩典的记号，共款。咱拢要知影有啥物记号伫咱的当中。当即个好消息报过来讲，对有的人无一定好消息，因为当时的法利赛人也是真有迄个因感觉，这毋是因的弥赛亚，但是咱知影，咱拄好咧讲，上帝意思毋是照咱安尼，所以伫遮耶稣来到世间，伊就啥？咱拄好咧讲，因为伊是讲好牧人，好牧人怎样？为羊舍命。我来是要救羊，得到活命，而且喏，得到更丰盛。我相信伫咱早咱的，若有伫教会久伫主日学，拢会唱真侪甲羊有关系的。像咱讲，小羊小羊，你在什么地方？小羊小羊，我等你好久。为你我受万般艰难痛苦，听见我声音，快回来吧！耶稣咧甲咱招吼，对无？过来，当咱有较好诶时，耶稣带咱拢唱着遐个。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有没有？黄昏时又与我一路同行，牧场上欢，属于主的羊怎么样？都强壮。我是主羊，所以一开始咱是小小的羊，过来我是主羊，这种真做伫咱主耶稣来拯救一只，特别到尾耶稣咧教训人讲，我就是牧羊，我就是好牧者。咱知影伫贝都因人伫以色列伫迄个耶路撒冷迄个所在，因拢会画一个墙仔，啊，就一个门，羊仔就会看。牧羊人伊拢徛伫头前，伊毋是用赶的，羊仔就会对。所以主耶稣讲，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所以牧羊人是毋是过工的？毋是。圣经有讲哦，因为过工当豺狼来时，伊就做伊走啊，伊就放假羊仔去互伊。所以伫咱遮，咱透过这，咱教会咱的兄弟，我们是过工的，还是我们是好牧人？当你好牧人的时，咱教会受到罪，感觉咱有咧魔鬼甲咱咧影响的时，咱是一个好牧人。当咱有听主的声，对着主，咱互咱的羊群伫遮对上帝来行，真做咱即个羊群。上帝讲，我来是要叫羊什么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相信，咱透过遮。会短短，即个好消息对咱人来讲，咱有一个警醒。若要讲主的恩典，主的好消息，以后真侪事工，伫倒就像必然较济，伫倒就像杨国较弱正，伫倒就像咱西湖遮足侪的教会，伫倒就像咱伫西湖侪经历伫遮咧侍奉的兄弟，因的压力无通讲，但是为着啥物，就像安尼。守着上帝的带领，因为伊来要互咱得到活命。我相信伫遮，咱的好消息，咱爱去接受，我阁爱行出来。即个好消息才对咱有效。有当时啊，咱好消息，咱知影挂伫喙，咱无甲即个搁做出来，真诶真可惜。我相信伫咱教会一段时间，咱拢咧做正遮诶代志。圣诞节对。永远到永远，都真热心，上帝和耶稣充满恩典甲真理，充满恩典甲真理伫咱的中间。我想伫遮，咱若要看咱教会伫今年，咱对咱的恩典，咱要回顾有一年的影片，咱希望咱遮咱来看咱的回顾的影片。
我想，咱看遮影片，咱真诶感觉讲，咱真欢喜，也真荣耀，因为遮个代志，拢咧讲啥？咱对6月开始，咱就无读书，咱算有7个月。伫遮咱有疫情，我足惊疫情，也是啥物人，特别是我足惊，我去着 COVID-19 吼，足惊去影响咱教会诶事工。但是咱真诶感谢主，伫遮内底，咱发现咱诶兄弟几乎全员出巡吼，这是真诶无简单。咱也感谢讲，伫无目遮诶中间，上帝悠远诶稳定，甲咱伫咧。但是我先想，咱诶7个月，毋是短。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拢有每一个人上帝爱用诶，就像遮个样本共款。你做伫啥物，上帝咱办。我感觉咱诶圣歌队吼，是咱教会上用。伫咱教会内底，教会你若无圣歌队，无音乐，咱诶礼拜就无法度去吸引侪人。包括咱都无法度吸引咱家己，毋免人去外口。所以伫遮咱知影即个时间无短，因为7个月，咱拢伫上帝面前有即种甲上帝求，咱有一个好诶牧者。但是当咱咧求诶时，咱爱知影讲，像咱咧一间公司，你要请人诶时，你有你诶条件，你开出来的条件是什么？咱诶会友成就啥款？咱诶宗旨是啥物？咱诶教会诶背景是啥？当咱咧选诶时，咱嘛有真侪考虑，嘛有真侪担忧。所以，咱若拢请无牧者诶时，咱敢会当永远安尼依咧？袂使，对毋对？吼，因为我明仔载毋知要安怎，上帝讲，咱着趁着今仔日做正经代志。所以伫遮总之也真迫切有一个好，所以咱拢毋茫讲有新诶传教者，也有新诶传道来，但是咱爱知影，即马教会无牧者嘛足侪，啊有诶无适合诶牧师嘛足侪，所以当咱要介绍要来时，咱着先去问，先去了解，吼。当然，咱嘛是伫上帝面前特别优先的甲咱引带，所以伫即几个当中，咱也感觉讲，讲即回有感觉伫叶景安牧师对咱来讲，有甲伊沟通，也有甲伊座谈，会感觉伊有迄个意向。咱若甲咱即个兄弟，咱着甲遮个代志放伫上帝。中即回拢无甲承诺，也没有口头答应，咱拢甲讲就是上帝。但是咱时常会感觉讲，因为伊对咱来讲，目前来讲，是遮个所选的内底有较好一撮。第一，耶稣伊是先大毕业，先大工程公司毕业，伊毕业了，伊就直接去读新人院台南神学院，读册了做兵转来了，伊就直接去国外，伫德州遐，伊去修旧约的神学，伫美国10年，也有伫遐牧会。但伊到尾伊也感觉伊爱总会也骗伊转来，伊感觉伊要转来，所以伊就转来台湾的总会。伫总会内底，伊也做者水工，因为伊外文真好，是伊细汉是伫台北大汉，伊是济南教会的学友，到甲读建中，考着成大，去伫成大伫东门4年拢诚做东门教会的大学的团长吼，就是讲团契的主席吼。所以伊伫遐，伊就感觉伊带足侪圣经，所以伊才按迄当阵才去造就，吼，这是伊的过程。了，伫美国10年，伫遐，因2个囡仔伫遐出世，伊伫遐甲罗斯娘熟识。罗斯娘是东海大学音乐系，了，伊去美国去主修迄个长笛，结果伫美国甲叶罗斯熟识，所以因就伫美国结婚了。因为囡仔生出来，就囡仔出世2个伫美国，所以伊就到尾就转来伫台湾。伊讲伊第3个伊是无拍算，结果第3个就伫南台北
无花时就第三个，所以第三个是查甫，头前两个是查某，啊大个是国中，第二个是国头，第三是即马较两岁。啊，伊今年到，伊是1961年是吧？敢若无1972，啊，我咱50岁，所以我记毋着，毋是50年，是50岁吼。所以论真讲，咱所爱的是啥？第一点，咱的条件要共敬，咱家己讲，你3样黄仔爱小滴，这是一点。第二点，咱会当敬的条件是讲，当有个人要来，咱无一定会感觉适合。过来就是讲，因为牧师娘会晓抒情，会晓指挥，伊阁有音乐的本事，搁伫信仰的造就内底，对以后咱整个教会的迄，伫要带人归主。对我来讲，我是感觉圣乐是一个真重要，因为这是一个上基本，所以我定咧讲，咱的圣歌其实是真，绝对袂使去互失的。所以伫遮我也毋望咱兄弟，所以你看咱的事事表咱已经排出，咱即马到2月，拢要排叶牧师，除了有外口，我咱毋望讲咱的兄弟，咱伫遮。咱拢伫上帝面前恳求，咱来认定，感觉可不可以？不是谁说了算，嘛毋是讲总之伫遮爱安怎做。至于咱要安怎，我相信咱只有靠上帝。如果讲若袂使，咱会真拼，咱的总集会会真坦白讲无适用。所以到遮嘛，拢还没有成为定局。所以毋望透过咱过来的日子，咱后几个时间，伫牧师。也无甲咱讲到，会晓咱会当甲讲，咱有足侪问题咱甲请教，是毋是对咱教会是毋是有真好诶帮助？当然，伫免咱咧中集会伫遮，咱有做侪诶，咱有侪会去认捌吼。但是当然，咱拢无完全，包括咱教会，吼，咱家己无完全，要找着真完全。哦，我要讲诶讲。包括牧师，包括什么啊，拢共款有完全。我们只要把他的优点放大，这就成为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祝福。我相信透过这，我要互咱的兄弟知影，因为咱的时间袂使搁拖，因为咱搁找搁5年会使，但是咱的时间袂使停顿去。咱即几个人伫遮，毋是讲咱无爱做，咱真诶有时候毋能力。因为咱毋是专业，包括咱的讲道，漏洞百出，这是一定的。我相信上帝的怜悯，咱人较知影，伫像杨群安尼，就像必定遮细所在，出一个救主。伫西湖遮细所在，咱的教会会成做遮个饭店以上。这是咱参考下头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伫今年做你的恩典，伫阮西湖教会诚侪，伫阮中职兄弟同心合力，为着主来做。阮知检采，阮有钱做无够额，求主你怜悯，搁补满。阮啊，伫即几个当中，阮会当对每一个主日有缘共款。伫圣殿内底来敬拜上帝，阮知这是一个无容易代志，但主你的怜悯，通过侪兄弟同心合意，伫主你祝福共款，阮也要做成遮个代志。伫新的一年，阮开始有新的出发，阮知阮嘛要将遮屏幕搁一遍献上阮的祈祷。阮毋知影会到啥物程度。嘛毋知影是毋是会适合，无适合。但阮最恳求主，只要你若肯，你的怜悯，伫圣灵的引带，你会甲阮讲，你会养饲，你会补满，你会造就，你会互阮成长。逐人伫配合的时间，共款为着福音好的精进，袂去背后向着头前所插的标来走。遮阮也通过兄弟的同心。搁伫面前献上阮的祈祷甲恳求，拢是便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
即时请咱三甲来吟诗应答上帝话，圣诗第63首，圣诗第63首。基督降世迄一时，福士欢喜去找伊，得到生带路之名，因就缀到主面前。主阮爱你上来牵，心爱群你得平安。圣诗63首，请咱起立来吟。请坐。即时请咱来奉献，请义节结束甲唱的结束来书献。即时我来报告，请咱大家先开周报。报告事项，第一项，迄个阮妈妈伫即个月12月19日天光啦，天光2点10分吼，受上帝恩召，煞了世间的劳苦，煞了91年的年苦吼，安息主怀吼，感谢主，阮虽然有毋甘，但是阮妈妈伊
嘛知影讲伊即个伊有真受上帝有恩调是真大诶福气，哦，伊互伊伫拢无艰苦诶，即个真安详诶，即个迄个时阵安尼来，敢若像咱安尼困去安尼共款，啊，静啊大概差不多半点钟久尔，所以真感谢主吼。啊，要伫个即个12月31日下晡4点20分，伫台北第2殡仪馆的至真餐厅吼举行入殓追思告别礼拜。啊，咱若要参加即个即个礼拜的人吼，伫即个礼拜结束了后吼，要练习即个伟歌吼。啊，因为现场的即个场所有限吼。所以咱唱伟歌的时阵，就是伫坐位的所在徛起来安尼就好啊，徛起来啊念着就好啊。因为迄工迄个场所，因为阮家族较大个啦，所以即个迄工可能去的时阵会真侪变做讲边仔拢会加一寡椅啊，所以咱若去遮小提早安尼先入去。不过咱教会咱要唱伟歌，拢会留位囥请大家为阮家族来关心代祷吼。第二，今日举行圣诞赞美礼拜，感谢圣歌队带咱大家学罗上帝，迎接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咱教会有准备圣诞歌吼，大家来分享。即个也感谢上帝一年来的祝福，大家平安吼，感谢主。第三，圣诞爱餐欢庆活动吼，伫昨暗11点半伫伊朗日式料理的滨江店吼举行。咱感谢杨长老主持兄弟热情的参与吼，欢喜庆祝主耶稣的降生。第四，咱就是2023年吼1月初8日，礼拜结束了后，要收纳咱即个圣诞的布置，要甲即个年终的即个大饼扫吼，请邀请兄弟共同来参与，即个要请唱的技术来统筹吼，来规划。第五，本年度的节目吼，要结束。要关笑吼，请若有迄个支出的项目吼，也未请款的吼，伫即礼拜来尽量跟民兵技术还是唱片技术来请款，互咱完账多谢兄弟配合。第六，2023年1月16日，七星中会早晡10点，伫济南长老教会召开72届第2次的会议。第七，顶个礼拜日下晡点的时阵，咱的小议长黄春生牧师有召开小会。决议的事项，第一就是接纳成年会员郭雅薇姐妹吼会籍由咱本会转出到中华会坛长老教会。第二，接纳成年会员温春金姐妹吼，会籍为相连教会转入分会。第三，2023年2月19日要召开互会甲圣礼典，那1月29日就要开始公布会员的名册，要办理2022年的决选案，甲2023年的预算案，了后会选2023年的检察员2名。第八，新一季的2023年的1月到3月新眼光读经手册哦，已经放伫咱公布栏下面，请兄弟家己来摕转去研读。咱过来看咱的聚会活动，咱主日礼拜是上午10点，主日圣歌队练唱是8点半，
拜五查经祈祷会，咱即马暂停吼。咱来看圣光事奉吼，圣光事奉即礼拜插花是江老师吼，清扫是谢宝姐。咱下礼拜讲道是叶景安牧师，诗会是民兵结束，诗琴是宪文姐妹，领唱是梁长老，诗献是吉南执事甲秋妹执事，交代是谢崇姐甲有来兄，插花是秋妹结束，清扫易鸾姐。咱顶周的出席的人数甲奉献的统计，咱家己来看。若有错误的，则面面结束，也是秋妹结束来更正。咱来看本周的金句吼，是路加福音2章14节。我先来读一遍了，咱用台语汉语版读2遍了，再用华语读一遍吼。伫极悬的为阳光伫上帝，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咱大家三甲来读。伫极悬的为阳光伫上帝，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伫极悬的为阳光归伫上帝，地上和平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路加福音2章14节。其实，请大家做咧愿为来用讲手，向你周围的人，咱来讲圣诞快乐吼，圣诞恭喜。即是请咱大家来吟诗48首。圣诗48首，平安暝、圣诞暝，真安静，真光明。光照老母，照婴孩，真温顺，阁真可爱。上帝赐安眠，上帝赐安眠，请咱大家起立来吟。
三甲后头来祈祷，关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咱众兄弟三甲伫地，比即条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小子。咱若要参加12月31吼，咱即条咱就留落来，咱来练，练为歌吼。咱若有法度参加的吼，咱就是拢坐伫圣官，到时迄天就坐伫圣歌队的位吼，啊，就逐个拢起来唱就对啊吼。